立法院伫昨昏三读通过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，内底有定讲，经过军方通报的管制区，伫演训的期间嘛当作是军事营区，所以无经过许可就袂使翕相录影，也是侦查。即摆呢，军事迷就真烦恼讲，那安尼因介意翕这战机的起降，敢会犯法？国防部是回应讲，战机起降无危害军事机密的安全，这无伫禁止的范围。今年汉光演习伫新北8里海沙堡进行反电流作战，按过未来各军伫这个所在进行演训期间，拢爱关注。立法院三读通过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，明定经过军方通报管制场域，伫演训期间嘛当作军事营区，无经过许可伫军事营区内摄录影，也是其他侦查行为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营区外做相关的行为，而且有危害安全，相关会当罚15万的罚款。按过军事迷是烦恼翕战机可能就会触发。军事迷拍摄战机起降的行为，如果没有危害军事机敏的安全，那并不是这个条例禁止的范围。那么对于禁止的行为，也会明确的公告。国防部讲，国军未来伫营区外实施演训，若做有可能甲民众活动范围定他，下面卡公告管制范围、时间，甲影响降到最低。学者苏克宏分析，主要是要补足军事营区安全维护的法源，会当减少进前民众因为乌白走入营区的法律争议。专家提醒，若是限制伤过济，恐惊原来会互全面参与国防的意愿拍折。但是你反而把很多他关心国防事务的，或者他喜欢军事的，他甚至他会对于全民国防教育是有帮助的这些人，你会把他推开。最近一直有无人机侵扰营区，这个三读条文嘛明定，国军伫即间军营安全勤务，若做有无人机，也是其他无人飞行物体飞过军营，有危害国防军事设施，也是机密资讯的顾虑，必要的时阵会当使用武器。专家认为，有法院的支持，有助国军强化应对无人机的干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